春天伫倒位？这阳明山的花等咧开。阳明山的花季对今仔日开始啊，今年因为天气有较寒，樱花较早开，这花期大约是伫咧3月中旬结束。另外，伫台北的树林甲大安森林公园，也有郁金香、秀球花同好欣赏。一蕊一蕊这红色的樱花开啊，甲草山公园装塔那100度，西风雨落无停。不过民众看花的心情一点啊都无受影响。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雨天不错啊，比较一番适宜的。很美，很浪漫。民众即马到草山花季开始啊，会当一路看无同花期的花，一直看到3月20花期结束。草山的花季已经办超过60年，是台北历史上上久的花季。公园处表示，伫2月17开始，山樱、北中樱、日本樱花甲大蕊樱花拢会相煞开到3月下旬。今年是樱花开得较早啦，现在2000多丛啊。2000多丛内底吼，山樱花是上济啊，将近60%啊吼。镜头来到树林官邸门口，这大型的荷兰风车甲色彩艳丽的欧仔花，也互民众翕无停。对2月18开始，这嘛有10天的花展，超过20个品种，13万丛的欧仔花，真若看无到。台北大安森林公园内底，也有用秀球花甲满山红打造的山石步道，新型花区会当看来到。杜鹃花心的边啊，有这节7大品种区，平户杜鹃呐、高月杜鹃呐、9楼米杜鹃呐，还有台蕉啦，还有慢慢在2月28之前哦，大安森林公园的花况会是最好的。台北市政府表示，花期期间出入口拢会加派人力控制人数，也请民众一定要落实骑名制甲防疫的工作。记者阿敏金曾派文台北报道。